是污染的话题，要来关心桃园新屋后庄里大坡溪，中道和在地民众发觉讲，规条溪仔水拟做红记记头尾1公里，造成人烦恼农作物会去污染到。市政府环保局赶紧派人来查，落尾发觉讲是水源头顶盘卖香的业者甲泥料车倒，该在送水去检验，一切拢真正常。也毋过依法爱罚，上盖当会当罚300万。 真清气的溪仔水变作红色的，看起来就袂输那火同款，实在是有够恐怖的。大家看到就心情都恐慌了。农民当然是担心它这个沿线这个排放废水有毒啊。28号中昼桃园新屋的后庄里大坡溪，后民众发现有1公里变作红色的。农民讲，附近的田拢是用这条溪仔的水来引产的，烦恼农作物受到污染，希望环保局赶紧找到凶手。 稽查人员到现场做检测，水的 pH 值甲水温拢正常，嘛无重金属的反应。继续搁追查，才发现原来是水源头一间做香的业者造成的。不慎因为儿童在嬉闹，把他的染缸在印染这些香角的染缸染剂打翻了，那把这个染剂溢流到场外，造成场外的污染。 那现场环保局也立即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30条的规定告发，后续业者恐遭3万到300万的罚款。稽查人员初步了解，食料是水性的红墨水，无重金属的成分，对溪仔袂有伤大的影响，嘛袂伤害到农作物。红色的食料会自然互溪仔水冲掉，未来会搁派人对业者做抽查，避免搁发生同款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